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模仿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今日福起来有唱到的算是我哋福起来老朋友，我哋郑喜生先生。伊唔单止算是我哋六度嘅文史嘅专家，同时已经係76歲嘅，伊嘛持續嘅學習，同時嘛係傳承我哋客家文化。伊今日我嚟紹介有2本書，一啲係家鄉美食食譜嘅故事，一啲係美佛學習之理。我哋馬上放嚟今日老師來到我現場，老師你好，阿明哥好，各位觀眾好朋友大家好。感謝你收看。其實先生一切所做嘅事情，唔管是你這個係第三期做嘅事情啦，出的書啦，嗬，都同我哋客家文化有關係。你咪同觀眾朋友睇下紹介一下講，這個這個唔管從一生來講吧，嗬，這個出的書啦，做嘅事情，做乜會同客家文化有按什麼嘅原因？當然，因為我出世喺客家莊，一直講我哋客家話，了解這個客家嘅民俗風俗。去到台北後來去台北教書以後都感覺到自家家鄉係好好嘅去過現實。所以喺民國88年，看到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有啲廣告，講可以書寫一大堆台灣文化研究嘅一本書。佢當時我就寫一本台灣客家文化研究。後來能夠得到出版，開始踏入客家文化嘅研究也地方來。當然，啲研究對自家嘅屏東，對自家家鄉也漸漸沉一些嘅認識。後來到民國89年，又再出一本《萬萬妹莫便宜》。後來都感覺家到乾脆對台北退休後嘅，大家歸來自家家鄉。內部嘅美和村，所以一直都睇美和村。對民國90年開始，睇嘅屏東好好睇學習啦研究。其實我哋喜生先生講法嗬，佢有條理。人家講廣播出身嘅嗬，係咪同我哋講睇講一下講？因為其實我哋講，其實對講講客家運動地位，其實喜生先生嘛，貴族都有參加嘅。相信一段歷史唔貴少講啦。同咱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好。民國76年，台灣解除戒嚴，開始台灣本土化嘅一個運動。喺當時民國77年就開始喺台北有一個廣播電台。喺當時嘅廣播電台，地下組織到地下嘅電台，按到報道客家電台。我也睇啲佢用很多嘅機會，能夠到報道客家電台主持嘅節目，按到標誌業位。我哋嘅節目行主持係7年咧，一個主持節目，這個帶輪環保，這個帶輪錢去嘅呢，嘅拜拜嘅減錢啊，每禮拜一做嘅節目都係減錢。有一年我記得係民國79年，佢下因為係啲地下電台。當然都為嚟遲啲嘛。有一日我哋禮拜6號喺遠春高中教書下課，都開始去做節目。佢下節目全對人去數堂哦，因為12點到2點，當時台北態度差，每天人哋嘅茶行去談節目啊，都談到我嘅聲音咧。我嘅節目就標誌嘢位，帶領我哋嘅鄉親、聽眾朋友對。基隆行到鵝蘭皮啦，啲字嘢位啊，一啲地方嚟介紹，所以我記得嗬，傳統人哋書堂一個節目，我感覺我哋客家話嗬，真好聽。因為我拜拜做節目以後嗬，天然我每日學教嘅一條先生，昨天有沒有聽我的節目啊？大哥，你的節目我不知道客家話那麼好聽呢，客家話真好聽，喺空中嚟談客家話。真係好聽，我相信我哋喺當中好朋友大家也記得，所以佢當時大家喺我自由過呢，佢主持一個自由嘅節目，我見前人喺度接書，因為我第一我喺佢屏東，但是個前後上頭嚟主持一個節目，前冇前呢，後來前面啲賴偉凱嚟接我節目，但是而接我節目嗬，我夏天頭以後，當中打電話幫我講，唔請喺麥嘅後上頭嚟講喺客家話。
嗰個岩牙帶刺，哦唔餓啦，唔繼續，慢慢嚟而家嚟俾佢，因為堅強嘅呢接受，後來人哋嚟做嘅。嗰時其實佢做起嘅時間，我哋咧西藏先生都已經吼利用天台嘅方式嚟收緊我哋客家文化。我哋咧西藏先生已經出咗2本書嘛，一啲人哋家鄉米西吼食譜嘅故事，一啲人哋米粉學習之類。當初呢，我想要出嚟2本書咯。阿明哥我同講，我一出學有啲想法，我本設教啊，一啲要求，我每年要出2本書。啊，今日係會多一個更加到一年嘅呢，10年就要提2本書出去呢，唔對提乜嘅嘢。所以佢當時去年呢，我都提咗2本書。雖然講有2本書，等於想做嘅2盤小菜、2碟小菜啦，一啲家鄉米西食譜故事，一啲嘅米河學習之類有2本書。上次我提一個趁日嘅機會啊，阿明哥嘅節目嚟同大家講，我哋多寫一些客家文化嘅書。客家文化傳播基金會要鼓勵大家來出版書哦，每年嘅10年嘅啊都可以去申請來出版，多多來出版，多人來看來想象我哋客家嘅文化，安尼啦。故事講唔係講我已經全部熟悉好嘅，人去出版，還是講先出一啲出版嘅計劃，安尼都可以去通過去申請嘅。我講嘅個實體吼，我今年10年嘅，我想出版，我要見上我哋6對嘅6對的兒女，6對的兒女唔係講去寫嘛，佢真實人物，那麼都係台面上嘅人呢，佢就係我哋嘅民間吼，佢努力工作，一出去想象我哋嘅鄉親，啊對我哋客家文化佢想象嘅嘢，佢等人去嚟寫嘅，我們就說6對的兒女啊，我而家一直可以寫下，應該11分我都寫俾。有一本書嘅嘛？哦，可是其實就太多，他有那個等於講3年份嘅時間，他有都可以比看伊的算是書嘅700上嘅，可是伊都可以拿去審稿嘅意思啦。好，等於如果嗰種人咧，觀眾朋友對要出版有興趣嘅話，真是如果像我哋咧西藏先生收嘅，如果嗰種有要伊啲作品吼，你是熟悉好嘅，893、783嘛吼，等於來年嘅3月份以前，你都可以提出伊啲出版嘅計劃。咁咱哋等於如果每一年有一本即個2本書嘅要求，哦，嗰時其實冇咁簡單嘅，因為其實寫書一件事情吼，有時人我講，有時規模啊。藝術處嘅嗰號嘅鳳肉啊，一份出唔到鳳肉啊，都出2盤小菜啊。因為西藏是個規模下啦，沙期嘅事情又會大吼，因為佢幾多事情又會大。但是貴東我哋今日本書講家鄉米西，我哋咧食譜嘅故事。因為一本書佢貼片前面係故事，食譜加故事，後邊係另外一啲算是我哋沙期嘅故事。我哋先講我前面嘅團好嘅，因為前面只有幾多位算是我哋南部家鄉嘅啲家常菜，譬如講，然後前面有啲菜，有啲食譜，然後順便有啲故事。當初我想我用一種食譜加故事嘅一啲方法來設計咯。我想嗬，我有一啲應該講優點啦，唔係係缺點嘅。我嗰啲網站上看到有乜嘅消息，我看到嘅農業部有啲綠色計劃嘅一啲計劃啦，所以我2年前都加下來申請哦，申請嘅多嘅錢都本出嘅沙期嘅裝備啊，老人家嚟用。有個綠色計劃都講可以做環保啊，人家講偏凍啦，或者講環保，可以做環保本50倍托幾嘅老人家呢，我有好嘅事情啊！人家係要做嘅沙期嘅關懷據點，關懷據點20人嘅，所以係1日嗬要做70杯環保嘅菜呢，所以當然嗰度嘅職工互相想象嘛。也係會做頭皮嘅，每日要做環保，要量嘅主菜，要3項，我哋講長菜啊。每日咩要送落去呢，所以都開始寫，我叫乜做馬家菜。我按你一算21項菜我都算出嚟，我都禮拜1排到禮拜5，即係嘅禮拜1到禮拜，下禮拜1到禮拜5按你菜，所以按你菜色都要變嘅嘛。慢慢嚟，一菜多啲用嚟煮，都等於講食譜啊，要煮菜嘅經過，每項菜有項故事，因為有故事，能有文化。
我哋講識的文化，客家人識的文化都睇下嘅地位。當然我哋睇主菜中間，也牽到裝備同我哋譬如講我估唔曉得的，靠佢哋互相大家來，自講來，慢慢嚟七國人學習把牽到，有本書都出產嘅。真是安尼幾好看，因為對你講，我今日看到唔單止係個食譜，其實嘛看到也要菜後背，有可能當時的一個情形啊，無你講也可能也要菜一個內容。嗰時一本書地背唔單止記錄到，也要一禮拜我就看到，我看到菜，同時也要菜地背有幾多幾什麼故事。還有節目我哋欣賞，如果我哋了解以記嘅一個有印象嘅菜，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美貨鄭先生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以慶陽嘅傳承我哋客家文化。我總想問一下先生，因為頭已經有講到我哋其實睇一本我哋家鄉美食食譜嘅故事裡邊，因為你都要做我哋70位我哋咧獨居老人生嘛，嗰時你即個嘛想到講，其實要加上出裡邊，後尾一定有一個故事。咁後尾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嘅。你這個有印象啊？好冇？客家小炒，客家小炒，因為人家全世界客家嘅菜館顧客來統計，一定點嘅菜提名到係客家小炒，客家小炒條菜呢。其實一個客家小菜唔看，我哋客家人一定要拜祖先，初一15要敬祖，咁敬祖當然去。雖然佢苦，因為要做一啲板皮醬嘅豬肉嘛，所以一定要板皮醬嘅豬肉。你見住要3項菜天一項要木5嘅啦。人哋客家人咪佢哋喺神腳下，買5嘅佢冇方便，滾出一味用嘅。因為客家莊本來就要做豆腐做豆腐要豆腐乾，所以要下3項菜嚟見住嘅嘛。一定要將豬肉板皮醬嘅豬肉，一味用嘅雞塊豆腐乾。我哋建築當然祈求祖先保佑我哋子子孫孫，我真聰明哦，所以就解啲蟲嘅做乜嘅都係群羅群徛嘛，所以群菜一道豬肉用嘅豆腐乾切得一泡泡片一炒，解啲群菜，解啲一個蟲嘅逼上來，解些豆油，解些胡椒粉，一上桌，他家人都想到他家人，也都有名嘅客家小炒嘛。所以客家小炒我哋嘅客家人嘅文化，我哋頭擺建築親有關係嘛。我哋啲祖先曉得安尼做，變咗都很有名嘅菜式呢。以前我哋比如我哋話要人記嘅文化時節一浸幾排嘛，佢有名種咗浸幾排，有咩錢攞呢？一下都錢上識的呢。係啊，真是。我同講，我哋晚市時節我哋啲舅公我啲阿姨太姨，我嚟到綠卡，嘅頭擺交通我而嚟到綠卡行得來呢，跟來當然當做咧倡議嘛，係會綠卡冇菜，啲嗰貧窮嘅啲農村，每家人要學嘅嘢。都面到留一啲嘢來但是我哋學嘅嘢是標上嘅呢，亦都提起出家木人都係咧點嚟點去，拿100米留嘢所以我哋客家人會講留嘢嘛愛100米100米拿嘢落去，個啲嘢都做來都嚟識的，一下執到食起都拿到嘅皮可能係個睇就留一切俾都掠到嘛，掠到都幾多嘅都可以當然都拿吃嘛，嘅更見貴啲其實啲槍嘅都係嘅最主管嘅軍事嘅肉都綁嘅芥末嘅都吃開剝開來嘅女下水女廠全部拿嚟都去拿濕熟來拿起來，剁一塊都浸幾排。我哋講，人家都講，有個
站嘅牌擺陣子啦，都擺陣都好嘅。嘅縮嘅蔗糖嗬，都變得高湯啦呢。皮糖。嘅個鹹菜我都揀唔曳，我都揀我嘅香菜呢。雖然佢唔像嘅球講，可以上桌都可以旁擺，但是一個站嘅盤嗬，亦都係醬嘅刺米啊，我哋刺米都碌下嘅目前目標有種嘅切前插。用個切前插加個蒜頭，那裝喺那剁裝喺面咧豆水嘛嗬，加個調料，我落去醬嘅嗬，啲米絲相當好。所以一個浸幾盤北方人有腳結醬啦，我哋南方肉隊有個切前插，有個刺米啊，安尼嚟相當好食咧。米的觸感有米的觸感，冇像那個米絲啦。那個客家菜就有客家的那個味道，那種看起來該情致，該簡單，該樸實，米絲又清澈嘛。然後加上米絲，一個米絲啊，同味道不一樣呢。味道就是一嘗就沒有了，米絲是綿延不絕的那個藏在味裏那個味道呢。他講一個米絲呢。等於講，因為味道其實係帶着回憶的。沒講到真正一啲味道，叫做味道嘛，哈。但是米絲反正真正一地方味歸到嘅，係啊，見傳下係嘛，佢同時嘛又歸到係，即個以前食過嘅地方嘅一啲想法，一啲記憶。但是我想問一下講，因為其實吼，佢最簡單嘅東西其實最快做。你像唔同我講嘅浸雞盤，一中間冇乜個東西哦，冇乜個東西炸啦，嗬，冇乜個東西行。如果真係濕熟以後，你突然講吃到係嘅最單純嘅一啲顏面，然後做頭當時人講嘅皮糖拿去做鹹菜，頭到下水拿去，你突然又有菜嘅，又有面，又有糖嘅，又有係啊。嗰個其實最簡單嘅東西係最難做嘅，因為嗰種食材唔冇法，都冇食咧，都冇新鮮。有樣嘅。所以一個我哋講家鄉嘅米絲啊，都提出個碌卡嘅，都挺好嘅，傳承下去。當然家客家菜講有咩共樣啊？佢簡單嘅客家人嘅菜佢簡單，唔係像好多人，我都拍啲買個江浙菜嗰度標嗰度東西啊，客家菜簡單，佢情緒都出來。係啊，冇錯。但是而留下來味道一盤湯係最上癮嘅。但是一地本係有一點我佢感覺佢貼近，因為其實講，所以我哋雖然講我哋對中國來台灣以後，我哋咧加動喺度改變嘛，好，但是其實我哋真係六對一邊嘅菜嗬，唔講喺我開腔嘅東西佢少，大部分都係河巴地方唔係下講，但是而家邊有一啲人姜炒小魚乾，我有一啲，但其實呢，因為我哋講一啲人嗬，一種研究嘛講，一啲人一禮拜要出2次魚嘅呢，係會我做20味香菜排唔到魚嘅一樣嘅咯，所以我都咩到加嚟4、5個咧好啊，4、5個咧4按到呼啦已經唔好，嗰種數字米啊，按太陽沙丁魚啦，啲5個拿來4張嘅瀝乾。用嘅一個筍嘅乜嘅葱嘅乜嘅啊薑啊，用薑絲啊切大一炒，加一些刺米，我都挺好食的，我又清香。個裝皮好食的，又補充鈣質。冇錯。骨質疏鬆可以避免呢。民國頭講嘅冇唔錯，我哋客家人因為佢啲山腳下，唔講我哋都係山腳下嘅平原嚟耕作嘛。離開邊嗰人嘛，所以客家話冇一個開山嘅名稱咧。我哋講蛤蟆、乸，呢度好多話，我哋都做。我哋河巴人講乜嘅啊？我哋講搖擺嘅漢，所以我哋冇漢嘅。但是我哋沒有開創，開創咩叫？頭擺我哋開始開創就千難得嘅哦。頭擺我哋咧割禾班咧，10個人喺割禾，10個人喺嘅絲田，冇乜嘅菜，只要以賣開創啊。佢從漸咧咩香菜啊，去做，因為呢啲南洋節，南洋節河巴釣有嘅啊，頭擺我哋賣死哦，我哋賣死下面個，我哋睇下讀書嘅辦個庫呢，佢環保地擺嗬，像記錄跳食譜呢，一般人哦，我哋啊，後來都會加一啲，譬如講蝦霸嗬，要加一啲荷包蛋，我都按呢，希望都係禮拜日嘅環保帶一啲嗬。某個人啊，禮拜日嗬，
細下個嘅，我用啲嘅就可以釣魚嘅，釣到乜嘅呢？釣到節魚嘅，釣到南洋節。啲南洋節咩情況呢？南洋節嗬，我哋講南洋節吳郭魚啦，特別嘅對嘅南洋啊，魚啲香角嘅同香魚嘅，帶過嚟皮子，都嚟講紀念日那個吳郭魚。一個吳郭魚嗬，南洋節不用水啦煮，差唔多5分鐘煮滾咧，用筷一截嘅，都底下全部熟嘅呀。都拿起來，唔不用去煮嘢，加一個薑絲落去，而嘅乜嘅香米啊都冇嘅，香米冇嘅不用，唔都拿嚟用油加糖、加豆油、加蒜頭、加一些葱去炒，加一些嘅太白粉，咁樣那炒，一炒好嘅那裝一個南洋節的檔口，那個叫糖醋吳郭魚，我咪講阿爸，你做嘅糖醋吳郭魚真好食的啊！你好多時常要講到釣南洋節，有時候我都釣到蛤蟆，蛤蟆地方嗰種話要烘菜啫嘛嗬，蛤蟆整咩人？蛤蟆釣佢嘢嗬，人家講起來嗰種嗰種去作惡個，但是冇辦法吧？冇辦法，我其實冇蛋白質啊。這邊焖麵這邊焖麵拿來煎啊，變咗煎嘅。怪嘢扮啊！冇唔錯。人家唔是用去煮，用咩可以搞可以咩可以變但是人家人工可是有，譬如講人家腳要比如團下什麼某個魚類啊嗬，巴沙嘅呢？係啊，係啊。因為它有蛋白質啊，有貨啊，仲可以煮卡樣嘅煮腳啊。係啊。嘅腳炒爽冇乜嘅，碌下煮每次煮腳嚟食啊你啊！萬一烘菜有咩情況呢？我哋講嘅嗬，頭擺我哋是煮肉飯嘛。人家煮肉飯俾你見知咧，好多人會講撈啊飯，滷撈飯啊。那客家人都講，我哋用煮肉飯啊，都去買煮肉嘅，把它攪碎，攪碎以後都加豆油，加嘅一個太葱頭，太嘅乜嘅蒜頭啊，加落去加豆油，加胡椒粉，那搞邊個添煲飯可以整一邊挑起來，要改比少一隻，唔係悄悄啊，又第一邊那陣。變啲日紅菜真好食嘅，日嘅我哋咧裝皮食到我清香，我哋子公我講一高叔做嘅一高叔做，嗰件嘢藝嘅子公點解做唔錯嘅，一同高叔做嘅無同嘅味絲，真是佢嘅配料少一份要貼少，多一份要貼多，恰到好處，一落去都錯嘅。觀眾朋友聽到人係咪感覺到都鬼妒忌啊？休息下喎，下一段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次我來自我哋屏東米火鄭先生先生同我哋分享喺家鄉米線食譜嘅故事地步，而家咧嗰有印象嘅幾道菜。我想問一下先生，因為其實咪要聽一本書，叫做《米火學學習之旅》嘛，嗬，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講一下講，乜嘢叫米火學，同時當初我想出一本書咯。米火係啲學教，喺民國50年。應該講49年民國50年，人就天界嘛。因為我哋咧太老太少太將翅膀已博士，而且當時看到我哋家鄉嘅青年咧冇書可讀咧，民國有想象喺度，我哋頭擺國小畢業一考初中咧，4年一考，讓佢入去一啲人咧，內埔初中錄取啲安大嗰種嘢冇書讀。所以說咪到講我哋家鄉本身也有書讀嘛，所以民國49年歸來發現嚟做一間學校，名字就按到米火中學啦，所以就天界開始。佢當時米火中學第一次招生前幾屆3000人嘅人去考，能錄取300個人咧。所以我哋頭擺國小畢業，當然未去考到省立中學。到內埔初中嘛，他家放棄屏東中學，我到內埔初中唔去讀，嚟讀米火中學咧。
我記當時咩啊？呢盤種學多，你沒有種學多，所以佢係名聲真好。所以前幾屆哦，素質真高呢。我記得我喺第一屆語言班呢，全班30個人，因為40人全部做醫生呢。哇！佢當時相當好。後來當然去博士，佢做一個學教，啊，後來要做美容輔助。比較講本我哋講真咧，父母要疏通，有啲好嘅工作，所以係安尼，過去係安尼。後來要講今日哋提倡打棒球啦，對民國60年開始打棒球，有23次得到全世界冠軍咧，係沒有仲好，一定安尼學教。因為講到學教來講嘅話，其實美國仲唔單純係一個學教，哦，伊雖然講出所講嘅現場有講到講，喺算是個西方現象，伊真係歸檔我哋故鄉地方，用故鄉嘅名誒，佢哋嘅學教一方面幫我哋嘅生意有疏通，一方面真的是成立一個輔專，好提供嘅，其實算是我哋南部醫療人才地方，美國輔專算是一個國泰嘅一個培育嘅一個中心，但是其實中途當我哋咪講到也棒球。伊唔單止係讀書，其實伊聽嘅呢算是沙奇地方，我哋真係蠻記得，其實美國中學愛打球嘅時候，聲音呢，其實當愛應用嘛嗬。一般人唔點樣愛支持啊？如果愛以美國打棒球嘅，哦，佢差唔多可能下晝也冇路，下禮拜愛去嘅，他看人都有幾多人都送幾多，有幾樣送幾樣，都標喺嘅學校前面都坐穩呢。哎呀，有個人嗬，我去看人哋打棒球，因為佢沒有從教人改法，而且打棒球一打就哦全力打，哦嗰種人哦，最近睇視掛起嚟，去看到標嘅安尼。係啊，真係都講一講，伊唔單止係學教，伊真係算是一個把美國村，吼用伊個村名安尼打響，等於講伊用美國嘅村名代替我哋六隊嘅幾多嘅運動歷史啦，我哋文化歷史。嗰時其實當初我看到美國學一件事情嘅時候，我感覺到啊冇唔錯，真係如果安尼，因為可能從頭我講啊，某個學什麼台南學、台南學，最近有某個六隊學，學太湖山學，我們因為講一種東西其實貴太，冇可能六隊學幾多啊，但是嗰種講我哋可以對一啲細細地方開始，就像美國。我都講我哋咧架動、新秘，甚至打鐵，個細種誒，吼打鐵學，比如我哋咧算是這個村莊嘢嘛好，別的村莊嘢嘛好，可以提供一個村莊嘅歷史，還有一個文化。其實我都感覺到講，一啲總頭有這個係一啲學美國學、打鐵學、新秘學，吼女僕學，我知係女僕村嘛，吼女僕鄉、女僕學，慢慢地，等一啲東西全部攝下來。那為最上面嘅六隊學啊，嗰時當初出一本書嘅時間，伊邊地方有嗰度歷史，佢中有嘅歷史文化唔係用嚟讀出來嘛。我想吼，也下我哋咧政府吼，甚至日本啦，其實日本人他們我20年有都啲日本嘅大學教書，不是帶領人咧大學生當研究生，佢都有嘅家鄉，寫有嘅家鄉嘅歷史呢。所以我哋台灣有咩個人家來寫鄉村歷史運動啊，寫啲村莊嘅一啲歷史，一啲村。啊講起講一啲村都有啲歷史嘛。我哋一聽對人去這個村莊，這個出世，這個喺嗰個地方了解，沒有仲好。而青島外地來嘅學生咧，一啲學生人家唔看，人家沒有仲嘅學生咧，每年嘛要採約嘅要10個社考到台灣大學咧。咩要7day8day考到醫學院呢？因為青島嗰度考到嗰個大學，甚至於海外嘅。假使一定係美國中學，讀個3年，讀個6年，初中、高中6年，遠遠都離開我哋美國嘛。走到千人嘅地方呢，但是如果面對一般些7家嘅一個地方，讀過書，如果佢感染一個地方啊，所以我哋喺咩地嘅高中時間。本家嘅高中嘅學生喺度了解這個學校始祖為這個嘅村莊、這個嘅鄉村嘅歷史，所以呢研究一啲，我哋建構一個美和學這個課程。所以2年前美國高中嘅教務主任佢同我哋聊天啊，講哦學校嚟講一個美國學真好，啊我哋都開始嘅。所以2年前喺高中開美國學，我以佢翻嚟講。所有美國中學畢業嘅學生咧，一路學習到美國學，
了解猕猴村的历史，了解猕猴村的自然环境，了解猕猴村的一个睇下迄啲当然客家人的民俗文化嘛，所以未来遇到了解，好也个相当好一件事啊。因为琴日感覺到講，因為事實上即個係高中喺台北讀，唔講我認識係學校附近嘅地方嘛，唔認識，絕對唔認識。我喺太學喺高雄讀，唔講我認識我高雄附近嘅地方嚇，嗰種冇咁多識。係嗰種我發現到講冇唔錯，其實國中冇到高中，其實伊唔單純係只是能念讀書，而係因為可能嗰種人國中、高中讀係後，伊真係都去別嘅地方發展，伊可能都一生人唔到。冇到機會再回來，但是伊至少睇下睇下時間，伊可以去認識伊讀書嘅一個環境。其實我相信對伊下一輩開落會反映到講，高中嘅時間唔能地講馬先人過馬先人過食，至少有個地講一個地方係個客家莊，同時有乜嘅安好嘅人文歷史。佢像裡面一本書，裡邊從頭到尾兩本書錄下呢，前面錄係有一段。算是人哋嘅本文，嚇，啊，後尾錄起又算有我哋咧，譬如講，我哋咧家鄉美食裡邊係收講我哋咧沙琪嘅故事嘛，嚇，然後聽我哋咧美國學裡邊係幾多我哋聲音咧，即係寫心得，我想我有安尼安排。阿明我同講係冇唔錯，佢美國仲學讀書都個3年，都個6年，啊走到那，跑到天涯海角，外面都去個以前成長嘅地方。曾經待過嘅地方，除了安尼以外，高中嘅學生咧，內心開發嘅，比了解自己嘅鄉土文化，所以也明美學係一個鄉村鄉土廣博文雅嘅教育，博雅教育啊，鄉土博雅教育，而會講認識，譬如講做以前咧，而會睇下自己嘅鄉土，你們嘅故事對你嘅想象。啟發他的一種對人同人呢人本的關懷，安尼教育嘛，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所以阿明骨頭講，我哋講佢猕猴學，我哋介紹猕猴村附近呢地形水文，太湖山哦，河壩哦，哈淡水河應該高屏溪，東港海啊一條連邊海，啊有啲莉莉溪。學校嘅視片都係龍井溪呢，後面太湖山前面龍井就會環境好呀，地形水文，地形水文了解，我哋呢猕猴村嘅村民，內部嘅村民對內來呀，當然300多年前對中國大陸渡過黑水溝，就把我哋嘅祖先比較開發一啲好嘅地方，幫我哋後代子子孫孫嘅享受，所以我哋了解我哋。頭擺我哋咧祖先用喺嚟到台灣，用我哋喺樂倉，樂倉係佢要地名，有個地名用喺來嘅。譬如講猕猴從學，隔壁嗰啲嘅陽明路呢，冇提講嘅陽明路嘅由來，陽明路嘅紀念王陽明嘛，唔錯嘅呢。因為猕猴村，其實猕猴從學嗰個中村度竹頭擺啊，人都講佢嗰個嘅地方，有啲離阿伯啊，啲係頭拿去講。頭那是把尖尖，嗰種羅中通講解山中通頭擺喺啲陽明山啊，所以猕猴村亦都講叫做陽明山。大家唔知講有陽明路，學校睇下周圍，猕猴河睇下睇下周圍，都有佢一條路係點乜嘅名啦？啲陽明山或者陽明路，先有嘅李阿伯呢，有羅中通呢，有陽明山都有陽明路。我哋美和科大教書嘅嗬。我做系主任，教育部人來視察。每年呢，美和科大在美和村是先有美和科大，然後才有美和村嗎？不對了，你倒果為因啦。因為有美和村才有美和科大呢，變得搞清楚了呀。所以對地名要咩了解呀？阿明姑講，因為我哋開美和學嘛，你必修嘛，當然每年有一個成績單。所以200空嘅學生係4班來上課。上課係第一天要寫一篇報告，報告不愛看，我拜上係課，我可以訂200人份嘅報告呢。我每天改作文，我可以學生要認真摸，要寫嘅對於我哋上課內容要點喎，要乜嘅感想清楚，一個感想。所以如果細數我哋上課內容，
而写出以上嘅人文课嘅感想，我就有一啲分數比啊。拜拜嗰個分數，我拜拜咗60本書送一人呢。我拜拜唔係講我校園啲錢好出鼓勵，本來錢出版書，所以我出版我就拿獎勵一點啊。拜拜，我學生喺前條，下課唔做，拿到個書哦，求啦，老師我可以跟你合照一張相嘛呢？前後呢，一學生喺畢業嘅哦，一台北對台台，一中原大學讀書，不是沒有同我聯絡，寒假暑假會過來看藝呢，會來簽藝呢。也都有啲情誼啊，鄉土的情誼連綿不絕，比起到奶，伊就會上到安尼。嗰時看見咩節目，我都發現到講，其實沙溪啊個地方唔單止係我哋嘅文化嘅素材，同時嘛係我哋家鄉美食伊啲真實傳承嘅素材。咁我感謝我哋戲上先生，攞到現場分享按照安吉菜故事。哇！真感謝阿明哥，也感謝觀眾好朋友。有時間來到我哋內部嘅美學中學3教屋來材料，多謝安吉西。休息下我得聽我哋先生來講下運動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